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大家都會想講，想咧有閒的時間做得出國去撩啊，去看那個新鮮的東西啊。雖然也係因為疫情，大家冇辦法出國。不過大家有時想過冇？也1、2年因為疫情的關係，可能大家全部就到台灣咁樣行撩撩，有當多素菜都有人透過冇發現佢講嘅素菜講嘅味素哦。故說今日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，有一群人家到啲桃園龍潭，家到開發出去尋到農村新的面貌，無共樣嘅，來向外國人來到也參加也發通來做也農村體驗，然後無共樣嘅農村分享俾外國人哦。今日就會來同大家分享家到嘅故事，還有家到嘅小農產品，細細嘅來分享佢哋，來分享桃園市小農書種發展協會嘅理事長來分享伊面粉子，分享。大家好，阿前妹好，我係伊面粉。好，分享面粉子來到節目當中哦。接下來還有家嘅夥伴吼，共用係啊桃園市小農書種發展協會嘅呀總幹事郭宇倩，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宇倩。好，歡迎兩位哈，分享兩位來到福喜來咧節目同大家來分享。剛才有講到吼，係邀請外國人，我們邀請外國人來到農村來做體驗。其實也係咧，因為像我就喺啲苗栗台，我在苗栗長大，不是我吃到農村對我來講，就是再習以為常不過的事情了。但是怎麼會想到說，看到農村有乜嘅冇共樣嘅特色，進而想要邀請到外國人來到台灣，甚至參加它、體驗它呢？你們看到哪一些吸引人的地方？安尼吼，那第一擺去旅行嘅人吼，可能就成去佢嘅太上師，一看一看。當然。那試過第一擺旅行嘅人吼，實在哦，大家會想哦，我來種下行啊。哦。因為種下人再看到吼，上師無共樣嘅素材，係最接近幾代嘅人啊，佢生發嘅方式，食嘅東西，看佢哋做嘅衫、講嘅花，好最後就。所以才佢帶有搞一隻朋友，安尼是講最在地啊，最深度嘅旅行。你睇大家一導人吼，上去安陽園旅行，其實安陽園旅行有一種我哋喺生活吼，全部 wanted。我就唔係咧嚇，比如我可能喺台北科技公司上班嘅人，係我喺旅行嘅時間，我可能列隻身份，列隻角色，我就全部得睇，不用睇。我希望啷個一無共樣嘅生活，可能我全部唔對哦，嗬，係我重新，嗬，喺過去嘅生活，停佢哋過去嘢咧，係按用我哋識到進度嘅證明嗬，按用人係身體，嗬，也係心肝上嘅事情嗬。甚至人喺練嗬，全部會得到一種無共樣嘅休息。我哋按到我哋按到呢種按用嘅旅行，我哋按到盼農生發坊，意思係講生發。盼農生發坊，盼農生發坊，盼農生活坊。意思係講因為按太自然咯，我相信太自然做人嗬，佢希望按啲人勞動。安尼中國人以農立國，唔係冇道理嘅，就是說安尼搭上吼，那有去做農事嘅時間吼，冇做鐵鐵，那做得嘅吼，對人身體真好，那接觸到連奶啊，佢係有能量嘅，接觸到作物啊，菜啦，果子吼，也就會有生命的。對，冇錯。嚇，你咧條生命強啊，不論係撫育其他，照顧佢，對人吼全部有真好，安尼講療愈嘅功能。所以我哋我就想到，我繼續上我是咁樣喺狀況態，我想到按狀況遷到安陽人嘅生活吼，簡單啊，除非全部係，係我就遷到我朋友啊，佢過去20年全部在美國、加拿大。都在美國、加拿大居住。我幾一班我都吐佢來龍潭啦，喺中壢，我帶狀況去行啊。佢講讓我有暗號嘅素材啊。是嗎？而且你很喜歡這樣子台灣客家農村的生活。是啊，因為它除了淳樸乾淨，就是很自然的這種美之外，那看到了很多可以學習到的地方，就覺得很欣賞，就是大家很欣賞。那很想分享給外國朋友。是，因為
在职场上就是一直的打拼，就是一直想要什么都要争取到。但到了这个农村生活的时候，你看到每个人的脚步是放慢，然后每个人对each other对方都是彼此是很多关怀的，然后不会这么多的利益，然后在这些你的执着的地方都会放手，就是说，哎。为什么我这么努力？我明明要它长5公分高，但是它没有，因为今天不下雨。对，所以其实有场时感觉起来大家都很需要被疗愈，有没有？上班周四个时间压力挺大，所以需要多一点疗愈。鼓手要在这个生活坊吼，非常多嘅人报名呀，上一拜黑呀，邀請外國嘅朋友來報名嘛。原本請邀請到13人嘅名額聽，但是收到多少份報名，整個爆滿，對不對？對，原來我想講，以前都攏講，我是到來年嚟客家農村吼，嚟度假以後呢，因為佢大天花板也嘅帶荷蘭啊，吼，帶美國啦，帶加拿大朋友講，我哋坐比如我坐龍潭，頭一坐去摘茶，吼，頭一摘茶走去貴順堂，我要考試教學泡茶，佢講有冇暗號？我想嚇你想講暗號係冇啊？佢講冇佢安尼嚟邀請佢哋來好冇？跟我哋想講啊，冇請到50-30號啦，唔敢聽按到目標，喊對面或者很去報名，然後講用白去很他家來報名。你去說說你怎麼去把這些外國朋友找來？我們剛好就是聯絡一些剛剛他說的像比如荷蘭朋友啊，然後就剛好有聯繫到了聯合國學生聯合國學生會，然後還有在台灣的世界各地的叫做願景青年協會，然後這樣子的聯合方式。這個招生其實突然的很多人來，然後沒有想到這麼受歡迎。前1個禮拜他很擔心說，不知道會沒有人回 email， 結果進來，來青島國家。那個時候的心情是 up and down， 就是很高高低低。對，因為他在國外，他就是我們的 time 那個時間是不同的嘛，所以我在睡覺的時候會有人報名，我早上起來的時候就會很興奮，好開心。睡覺前就說怎麼都沒有，就是那種感覺。因為我們在那個龍潭嘅30歲嘛，係啊，連沒有年都冇談過嘅蔬菜呢。做個工廠因為行涼班茶天天啦，哈，做輕便品，幾隻村莊青島人茶園也廢鐵啦，還有商人全部就去嘗試做些，就村老人家天天還留到冇做嘅，有商人生意得本老人家土，做講青落後啦，哈，不過我知道哈，落後你要再加優點，做喺度按照工業化嘅東西冇落來。按照文明的侵害冇落來，按照文明的污染冇落來，所以佢係呢一隻維持清腔里的桃花源聖地。難怪也到外國人來家有看到相片，也到去體驗嘛個像喺種茶係嘛，也喺講摘茶綁茶，嗰時就安尼落一些青葉粉嘛，應該嗰時就青葉粉熱頭青辣啦吼，還帶蓮麻，對啊，你做本嘢啥蓮麻吼，啊，不過蓮麻即係都是個花，講你係咪嘢蓮麻？花圖啊，還紅煙啊，嚇，係當然。冇馬是有安陽人嘅機會吼，有學摘茶，因為佢從外國啦、歐洲啦、歐洲來青島國家嘛，法國、瑞典吼來青島，佢個帶全部冇按到小農，佢個全部企業大農，都冇可能講你再落去一隻田鄉哦，你摘兩啲嘅茶，你割菜，披咗乜嘅花香，你冇可能，佢喺農業裡面吼係青葉呢，佢係一隻工廠用嘅一隻農企業嘅概念。韓國安尼台灣係小農啊，所以隨時都在落去，韓佢哋識到你係青苔摘嘅法眼啊，青苔摘嘅菜園，青苔摘嘅法眼，好可愛哦。所以他個青歡喜啊，鼓勵他把鞋子脫掉啊，真的就正經青狀況嘅生活啦。如果按狀況人5點鐘日頭出，安尼放起來，日頭落安尼就休息。就停按樣人的作息停一下，佢哋身體天熱挺艱苦，都體上面開始。還有時差，是不是？有，真的有。剛來的時候，大部分都係天熱挺艱苦兩位都冇關係，你拖嘅你全部需要嘅活動機會所啊，從水天嚟下，然後你冇嘅天白攀啊，冇乜嘅，有個神樣啊，冇乜嘅設備啦，吼，係用機會所謂嘅廁所洗身，所以洗冷水啊。我記得個瑞士，瑞士講，佢一生也唔是洗過冷水。真的。但半農生活坊，我們真的追求就是要不同文化、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在一起，然後擦出的火花跟這種永續的平衡跟尊重。所以
西班牙人他们下午一定要睡午觉的啊，然后叫做 siesta， 他们一定要睡午觉，然后所以晚餐他们应该9点才吃。但我们台湾客家的农村6点就太安了，所以第一餐的时候他想说，哇，为什么6点就要吃饭？点心时间为什么要给我吃晚餐？他真的是完全真的有吓到，那他就是融入啊，所以他有这样的突破他们的舒适圈而成长，然后去接受、去尊重。这是我们的宗旨吧，就是除了尊重人与人之间，也要尊重大地，尊重不同的对文化。我觉得最让他们感到很感动的是，安尼客家人真嘻哈，真的。香港我一個人來吼，跟住叔伯伯妹吼，個鹹醋拿到櫃台桶來，炒米粉拿2桶，真的。好啊，你設計啊，因為又唔盼的食物丟掉，還個都咪家政班媽媽講我來，就像因為個墨西哥啦吼，日本人啦，講去聚會所做啊，識家煮本識家生啊，講安尼係志工吼，唔要來老高人嘅，所以阿媽個東西我識家做，我很記得感記識家煮。煮個有微波爐冇，有烤箱冇，煮太做，火筒太做天天，所以吼做飯做清久做唔出來啊，以前都沒有給一隻家政班的媽媽看到，佢喲阿妹可有冇按菜糕啊，來你收天嚟邊收做有冇冇好模翻好色，對不對？他們都煮好多魚來，當你轉來。當然都咪學嘅，見咩柴蓮媽媽嚟聽住，天熱講個咩人要嚟做6條頭，係都咪做下聽點嘛，佢哋個排班做唔得按當然來嗬，大家輪流來，因為我全部規則狀況嘅，大家都上來聽書，大家全部上來聽書，係啊，係真要做嘛，佢仲係做必須啦，嗬，佢哋要是做嘛，冇是做過冇，佢哋做必須，行佢講嚟做甜品，佢哋唔是食過哦，上個佢做甜品，呀，就係客家人嘅熱情嘅所在啊。古時候真嘅係當中無缺用文化嘅互相交流嗬。古時候還有行下度內容，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陣來。要賺到福起來咧，我係仲一群阿群妹。剛剛大家有看到嘅影片哦，真件都係啊，外國人來台灣參加呀，龍潭嘅農村旅遊嘅就參加嘅活動，我係甚至係有發現我冇做過嘅事情呢。冇做過乜嘅？我看見到腳啲嘅塔奶啊，我想嘅啲嘅。哎，違反薯線老奶塔啊，嘅安用也係用誒。咩烤番薯呢？冇好食啊！咁我哪嚟帶？我做轉角，我做西部嘅轉角，啊，然後你還用講嘅奶部啊。所以安尼辦農神發坊有一隻種子是希望講安尼自然永續嘅精神哈，所以維持。係我識到安客家農村啊，是全世界啊做了離山農村做得最好嘅。所以我做了辦農神發坊，一方面哦，很客家。邀請啊，國際嘅朋友來客家農村了，香港人按客家農夫嘅產業個經濟做起來以外，最重要嘅是，我知道安尼從聯合國哦，從佢才講了自然永續有辦做，日本有講在一種的離山農業，佢講嘅丘陵啦，哈，跟自然和諧啦，哈，啊跟所有的動植物。多樣性生物了的，那是到安尼客家農村，逐樣全部做到，安尼做按樣嘅精神去做，安尼先做到冇講出了就離山農業4隻事情經，啊，所以古時候我哋辦農神發坊裡面應對嘅學程裡面吼，佢哋天天客家神發，還重要有輕重要嘅我哋會教客家自然建築、自然建築吼，自然建築裡面安尼客家人都會做安尼。因為也係山啦，吼，因為也要前面你要按帶山嘛，吼，客家人從山洞裡面全都做嘅，樹誒、石鼓、奶，
安尼就用了条西方东西吼，做做起舞。吼，行个古时候我就想讲，庆东伊唔记得个奶砖用办用。事实上吼，俩庆东较好的建筑吼，佢还俩有砖废砖来，放了条奶砖，因为奶砖吼，佢寒天的时间唔好寒，热天的时间清凉清凉暖，行个就很加路线上，搞我哋用办做奶砖，所以要用奶木杆啊，木杆凤奶，嘿，我哋它面搅匀来，不然吼。其实是用奶用脚啦，喊老人家讲不常，那我做较多的时间，我很牛的，太奶，磨个脚皮磨太油的，然后让它什么溜皮，韩国安尼就讲，体验呐，吼，安那种素衣吼磨唔见体去，还那老师傅教安尼用奶砖的做法啦，用嘅。真嘅，当神奇嘅恋爱就冇人识看过，不过睇下就第1-2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真嘅係长久嘅，嗰時候。我一個人可能咩冇辦法落來啊，唔過咩因為疫情的關係，度後又有另外一個品牌，就是我們一開始有講到的這個小農手匠就開始出來了。對，安尼我想講，以前哦，上升人講吼危機吼也係轉機啦吼，我哋原來做辦農神方7年，我竟然來一千很熱絡來千多，韓國第3年遇到了疫情的時間吼，天年國家都向我哋他講，乜嘅所有嘅發通全部停盤，無盤一做唔得盤，行你見上人做唔得落來，係按農村地邊度吼，比如按千多嘅按客家歡迎講千3萬啊吼，芥菜做泡菜做鹹菜啊，做鹹菜乾，種冬瓜啊，鹹菜啊，做姜啊，很多，規福建全部係啦吼，那像那種東西清好啊，按日本人吼清好是醬菜，日本人做嘅醬菜按照發酵嘅食物啊，對按呢整體健康清好。那像客家人最會做醬菜啊，韓國好冇選用出來，冇本他家啲。啊，古時候呢，我就做一個品牌，按照小農手匠。就是這個布條很文青的布條，小農手匠。你還按龍潭啊，就書法大師，按照甘心德老師吼，佢其實攏安尼寫出來寫在詩啦吼。韓國我發現人家小農手匠，唔單槍也 logo 嘅詩係這個老師寫的，連那蛋糕。要用下苔絲，這要咩下苔絲？因為客家人吼清爽吼，清為廢物利用啦吼。你實在因為客家人常講情根雨讀啊吼，落水的時間吼，這個下苔絲啊、讀書啊吼，也下苔絲要練習啊，就你都給你練習紙。啊，這是練習的，所以不用拿去習字亭寫，很多都可以拿來運用，對不對？我哋有幾啊張吼，下苔絲的老師啊，佢當年做下苔絲，還用一個粒紙全部1號的紙，特別大數，我想跟我就拿來做包裝紙好啦，好漂亮，保留看嘢吼，也1cm 1號看啊，又廢物利用，真的很好看。古時候小農手匠呀推出以後，有冇個比較主力的商品，做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冇？我哋的小農手匠有2種產品啊，一種你看有看到你喺叫店米糟的個旗的，這個當久冇看到，不過有上市，亞啲仲下凍到，我轉不卡在鄉下很多，有上市去到台北的郊外，有沒有市郊？跟一下茶就。马格米西呀，就是往地板上一看就是魚腥草。哦，对，偶爾還是在台北遇得到。是嗎？但是2年因為新冠以後，最重要的材料就會紫蘇個叫點米，丟怪死嘅個叫點米，和一產品我哋種嘅2代吼，就青蘇繁養，啊，青島人我哋聽早嘅啊，有賣早嘅，早嘅見那種去文堂煮茶室啦，吼，也係文家煮湯清好，和不過我哋意外發現啦，吼，青島嘅新移民，東南亞來嘅吼，他是按呢叫點米，是起嘅哦，其他都沒有用，其實拿嚟做沙拉色，是起嘅，係啊，去到愛菜園吼，古下人那他都是拿嚟食，喜歡那個味道。那你們有吃過嗎？很粗熟呢，煮唔熟啊。我吃生的紫蘇不吃，我選擇。對，我還是唔關係啦，不過我就發現有些新朋友，青島是倆企業叫點米，古時候也你看我給大家青島嘅新移民，新住民，從東南亞也係廣西啊、四川，佢哋嘛親自叫點米，也都咩會食，也是企業，佢用這線條，佢用蒜頭咧，這個攪啊，碗條又清好食，搭船愛食咧，佢攏話講搭船愛食啊。
哦，呀，它的诺士迪露，我在想象那个味道，好奇特哦。我想他们也是有在去欣赏它那个油啊，那个鱼腥草会有这个味道，是因为它的鱼腥草油。那如果煮久了，它这个养分会流失，所以也许他们就习惯了，就是也是爱上了那个味道，这样。吃最原本食物最原始的样子，就讲热量好像因为新冠疫情，俩参的进食行，韩国我哋买最好係我哋嘅面線啦，面線，手工嘅面線，日頭曬嘅面線，哇，手工的呀，手工嘅面線很少了吧？因為真麻煩，那用機器做嘅面線哦，幾點鐘就做好，還俩面線呢，要做3年當做以後。那香港按多時間啦，吼，按衛生哦，青島就講，還有20按摩汗，按天茶吧，迄種有面線好食，韓國跟米湯冇共用，嘿，那是到我哋做了農作研究啊，是到日頭清好，佢清有能量，佢不管喺安尼走到安尼，從你再背囊吼，有個膀胱經，他從你曬日頭，曬背囊，身體會加清好。含啲就植物嘛嘿，有曬光日頭嘅東西吼。米西真嘅冇共用，千冇共用，同嘅乾燥的不太一樣。千冇共用，譬如安尼做了，譬如安尼我哋帶有啲鹹菜乾，鹹菜乾，那個青好食咧。蘿菜布，吼，呀黃頭絲，安尼客家人先可以做，呢條東西吼，全部用日頭曬過，日頭曬過，如果用嘅機器去烘造嘅吼，嘅滋味完全冇共用，味道很不一樣。所以我哋倆因為我哋香港自然嘛永續，所以我哋青島倆做嘅東西，那複雜嘅東西吼，按種盡量用日頭，因為唔是天錢吼，還有能量，對，安尼食到又較健康，所以我哋青島不管倆魚腥草啦，吼倆條按到種菜倆條乜嘅東西，全部用日頭曬，對，去試看下比較一下，佢滋味吼，絕對冇共用。韓國愛吃到壓到小農手這樣壓在品牌。唔但像給他們菜體嘅東西，對不對？用他們去給菜體媽媽嘅東西，因為疫情才出來這個品牌的，甚至還給他們這個匠人的部分、職人的部分，然後你要吃到是他保留下來嘅東西，繼續把它變成自己的品牌的商品，再推廣出去，係唔係咁樣？我哋去農村嘅時陣，我哋就發現吼。呢等人哦，不單係請要去農家做田色，還樹吼，還輕巧。青島人哦，做個帕拉豆吼，最曉做竹籃、竹編。譬如倆吼，全部樹做嘅籃嘅。還哦，還青島人哦，用個樹誒，我卡到東西，還有的人會下太師。所以某聽說漢白啊，也是會可以變成小農手匠後續的。就是手匠的部分，嘿，還青島人最做陶藝。小爐、小窯，比如龍潭嗰度有隻河窯，用潮水嘅窯，青島藝術家吼，因為講，人家從你講吼，藝術唔係講單槍從美術館、博物館咁樣藝術，它是在我哋想講，在農村裡面、常民生活裡面，青島咁樣嘅生活美學，按呢客家農村青島人吼。輕小料的東西，比如按台話講咧，下太師啦，吼，還發土啦，吼，也係講做副業啦，吼，也係講按有啲龍潭吼，佢會做茶，還會泡茶，泡茶時叫做有茶席，茶席地方叫做用嘅副業茶壺啊、茶杯啊，就是咁演，全部是咁做。還有做的是一輕巧一好看，所以我哋就手匠嘅部分吼，就想講，呢條屬於青島，不論你係編織嘅啦，保留下來，係我哋用嚟辦農生發放應對嘅方式吼，聽下啲老師嚟學，韓國推廣出去，對不對？故事你看哦，佢哋做嘅很多事情，甚至還發展呢自家嘅品牌，還有韓國的內容同讀故事，愛同大家來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來。大家要陣到福起來咧，我係仲有權阿權妹，廿下節目哦，又有多一啲來賓哦，佢係馬上哦，佢係免婚子嘅阿妹來分享二旁春妹，阿伯妹，我係二旁春妹，哦，係都係種啦。嘿，阿伯妹，今年幾多歲誒？83歲。哇，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，對，就係因為。
唔同创业，唔对免分子转到农村，做呀推广农村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，错冇？係啦，從下到我要做了，轉去本地做。嘿，哎，你有當歡喜冇？有啊，我照顧到啊。張照顧伊到，你還愛照顧佢啊？佢要照顧我，梗係跌到了對吧？咁多誒。對，所以免分子轉到桃園，轉到種下，其實係因為媽媽嘅關係，有動態嘅關聯，對不對？係，冇下好少年啊。孫呀都全部出去做些。對，阿媽講客嘢講愛像照顧佢，其實是阿媽照顧我較多。比如我哋喺做阿媽媽菜園嘅隔壁，阿媽媽哋一下做菜園做幾多2分啦，2分啦，6、7、8片哈，不像種多嘅時間哈，做前2片，一下做，3年哦，冇機器哦，全部用改條橋，全部用改，全部用改菜園哈，我呀都全部用改，大下要錯飲聽。哇！我就會看阿媽按種菜哦，用親自然的方式，所以佢身體輕哦，雖然佢83歲，佢體力比我好，一早晨放起來去。4點人去田塘做藥田時，佢唔好甜，但係2班下是幫從在做唔得。我就想到佢最太遠嘅，佢從啲學西北喏，按田家人哦，農家人從這西北喏。西腳骨。西腳骨，因為從我細個過熱，因為個膀胱進駐從按後背啊，個生意條嘅能量咁樣上來，身體就會好。係，古時我就會想到，來田塘做些其實身體健康真好，牙婆啊，食到120歲啊。哇！120歲，身體很輕吼。全部用就按農家嘅生法，就是按呢條醬菜發酵嘅東西，按自然嘅東西，無碼加工嘅東西，生意條大插腳。係啊，古時因為按用嘅生法就上到半農生法吼，伊對身體真好，係呀一下按到我一個人來，佢哋就一啲個講，其實按呢個跟接近太自然對按嘅身體真好。係啊，將來哦，一方面哦，實際阿媽照顧我較多啦，從啲簽到條路本去，但係咩嘢我一個人要參加夾菜園啦，嗬，簽到年會來啊？哦，簽到年來夾菜園哦，是看成績啊。離太路很近啦，交通真方便。係啊，就是廣西啦、四川啦、嗬、泰國，係幾擺看到阿媽種嘅鳥樹啊，鳥樹我哋唔曉識，你講鳥樹，係啊，唔知哦。你講鳥樹，係個像強馬型嘅，上到天內底下嘅。天內底啊，而家按太條裡面啊，用整類式，整類式。我唔曉識啦，我唔知一樣嘅東西。韓國就泰國個印尼，佢講哦，對，佢哋會識。親中醫師佢講你們好棒啊，種這個東西給我吃，怎麼那麼好啊？對，該我打出種嘅，還是想實種。所以菜園地度很多寶呀，他整個這個工作室妹地呀，媽媽給菜園順豐有一個新的基地，對不對？他們都愛主要建屋啊，千多年無人帶啊，那變開來，差唔多有300-400坪。哦，我兩三我論從幹事的時候講啊，全部建出來漆油漆啊，變收啦。真的，全自己整理。千多年無人帶啦。哦，自己整理。對對對，因為我們大概是3月的時候，我們就開始錢賺啦，就是唔怕你罰錢。所以要自己漆。對，沒有錢。對啊。但因為它那個 它那個地點太棒了，它就是一個轉彎。從 7-Eleven 就是一個很繁華的地方，一個轉彎就變成一個很乾淨的一個世外桃源。現在有看到照片，所以它是一個感覺裡面的陳設也花了非常多心思去整理，一種老屋翻新的感覺。因為一開始它是荒廢了10幾20年的一個老屋，所以到處漏水啦，然後這邊窗戶都破掉了，到現在還沒裝上去。但我們用廢物利用跟在地取材的理念，跟方式。把這個地方整理起來，現在可以住人。然後有時候我們也有提供打工換宿，或是身心靈需要，身心靈需要健康的朋友們，他可以來跟接近大地。請導演來啦。哦，跟阿婆聊天。他們安定一下。冇薪水啦，所以都食飯啦。打工換宿。跟掃屋啦，奇奇確確噶啦。哎，有咩當鋪啊？係啊，其實我哋狀況帶上禮拜就會轉移啦。所以唔但將有帶到，因為桃園 NDR 新住民非常多，不單只有菜梯嘅新住民朋友會來這邊玩，還有這裡係外地人想要來體驗
农村的生活，不来这片聊，对有的不对？请国际朋友哦，土土文也全部来就想要来感受一下。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啊，下半年没有新的发通哦，有新的活动要跟大家分享。我们请于先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活动。好，我们在8月24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举办一个5天4夜的一个，就是明天哦，天公益哦，款式国际志工营。对，然后我们是邀请了不同国家的，还有台湾的当地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做这个营队的体验，来享受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半农生活坊的这样子的学习。然后在大概10月份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举办一个8国联欢的一个活动，那就是也是用食物交流、文化交流的方式来认识彼此的文化跟食物，跟享受交朋友就对了。真的会有8个国家吗？哦，we try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应该有机会哦，好期待。有 UTV 哈，我们希望是农业手拉手，用食物跟全世界交朋友。对，没错。鼓手吼，今日嘅有抢到呀，正經對於農村人唔單搶有呀，阿伯妹，還有這免婚節、韓國余倩姐來到節目當中。鼓手呢，嘅福氣一米咯，就來同大家來分享家門口就有的好味道，也不卡門後就有嘅好米絲嘅。阿伯妹點解啲講乜嘅冇？你啊，乜嘅？講了都東西，你叫點米啦，你怪事啦，對，你不是哦，你天市場就廣告呢，你親到我東西。其實也，當公去市場可能冇聽說買嘢買到，冇聽說買嘢到。冇嚴重啊。嘿，你副卡零沙，種下零沙嘅零沙就有啲嘅種啦。你青菜包豬肉是做的是呢？怪喜嘅哦，怪喜嘅包豬肉身。係啊，包香菜包嘛，一定你量比較合適到就是種了變了入去。愛煮嘛，不是，常常是做的是。你看3層肉濕濕啊吼，每天分幾種就包咧。是包咧，就是真好食。日本料理係包嘅3五嘅，按呢包3層肉真好食。哦，好，鼓手呀，第一種做法有冇？怪喜嘅就係包呀，通過嘅3層肉，做嘅按用色。是，用來包完是真好食。按用色，真好食。是它唔會啊。哦，唔會吃到內蓋啊？內蓋啦。啊，個麵粉機係唔係有粉？你還講拿了剁剁麵麵啊哈，拿了炒雞肉清香，炒雞肉會清香。清香，韓國你吃的剁麵來，剁邊麵無佢會佢纖維較多，所以講較老，佢要從叫。用芡菜用的就偏香，韓國加香米哦，還冇香油。日本人好曉食啦。哦，係啊，唔卡門後就要按用嘅怪事嘅，當然愛度度拿來運用啊。每一個花盆咪做到種幾條嘅。就喺花盆種，係連沙都會種到花盆紅嘅。係啊，我早上也是種鬼片啊，加辣啊，聽到啦，係嘛，中心飯。鼓手吼，基本上看大嘴鼓大都按歡喜吼，就是希望大家多多了解客家人嘅。種嘅芥菜啦，魯含菜乾啦，種菜條啦，種青豆對不對？西菜布係。係，鼓手唔可以啊，咁你乾菜就青好用啊，農村咧冇大切的。有感受阿邦美呀，話匣子打開，非常想要跟我們分享。按關於節目時間唔會多誒，鼓手今日分享什麼阿邦美，什麼美文記，謝謝於倩姐，好漂亮，謝謝。咩什麼天司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下，停下來做運動咯。好看福起來嘅朋友，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，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。